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4课，不要太着急赚钱。课文1，小林和小李聊小李的工作。听说你又换工作了，今年已经换了3次工作了吧？别提了，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，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。上次那份工作你只做了2个月就离开了，其实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需要1年时间，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。我也明白，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。你才到新公司，不要太急着赚钱，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。生词：提、以为、份、完全、赚。课文2，王经理和小李在说工作。那份调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？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2周，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，周末保证做完。虽然最近工作很忙，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呀。谢谢您。现在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，真不知道该先做哪个好。每天早上，我都把当天计划要做的事情写在笔记本上，提醒自己安排好时间。你也可以试试这样做。这个办法真不错，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生词：调查、原来、计划、提前、保证、提醒、乱。专有名词：王。课文3，王经理和马经理在说工作。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。太好了，你工作那么努力，公司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，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。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。慢慢来，万事开头难，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。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生词：生意、谈、并、积累、经验、一切。